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10月份的最后一主日，咱游玩持守伫主日的中间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也互咱会当备万心，来准备进入到第11月、12月，也就是感恩节甲圣诞节的来到。愿主的恩典来甲咱三角同在。特别，咱伫今仔日，咱的圣歌队嘛将因的服装来用蓝色来做一个象征，因为伫顶礼拜四，咱圣歌队的同工有人来离别，透过安尼嘛代表讲，咱伫礼拜的中间来纪念咱的兄弟。来追思咱的会友，特别伫亲人离别的中间，愿上帝看顾甲怜悯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。当上帝你互阮有富贵的长势，也通互阮看见着上帝你的掌权的时阵，阮知上帝你的疼。一直拢到阮三角地底，但愿恳求主，你的恩典充满伫淡水教会，互阮伫接下剩2个月，就要来结束2019年的上时，互阮嘛有够格的气力，通伫信仰的持续，勇敢向前，嘛互阮虽然有会友。来离别，但是犹原伫主你的保守中间，互阮会当行为作三角得到安慰。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。所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圣经节，记载伫路加福音书18章第9节到14节的这个记载。咱伫这段时间不断透过路加福音书的经文，就是要帮助咱会当更较认捌耶稣基督对着咱的教导。特别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。这嘛是一个大家真熟的一个譬喻，也就是法利赛人甲抽象的祈祷。透过这个譬喻，我想伫耶稣的结论内底，伊来指出讲，这个抽象的人是互耶稣、互上帝来看作是义。透过安尼，咱会当足清楚去明白讲，要互上帝看作是合义的人，需要。有啥物款的条件？像是这个问题嘛，是咧提醒咱，特别伫现在咱活伫台湾的社会，咱需要将咱的心来向上帝拍开，将信心来连接伫上帝。咱对伫这段时间，特别伫10月份，咱有机会通过路加福音书的圣经内底，特别对17章、18章的记载。我想咱会当透过无共款的角度，倒再一次去思考，究竟咱的心是向啥物人来拍开？咱的信心是连接伫啥物款的对象？咱要进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我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，咱做伙通过圣经的记载甲文字来认捌今仔日圣经的内容。伫耶稣的譬喻内底，我想伫耶稣。安尼3年半的服侍中间，真奥妙，就是耶稣的譬喻，大家拢真爱听。确实听有的，伊就知影讲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。确实若听无的，犹原伫这中间还阁咧憔悴。所以耶稣通过譬喻，就是咧甲咱讲起着有关上帝国的信息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讲这个譬喻
主要是要甲耶稣伊要表达一个真深奥的教理和信仰的观念，用着一个故事来甲伊表现出来。所以法利赛人甲抽象的即个基督的譬喻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伫即内底来指出什么是义人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咱要真做是上帝看做是合义的人的时阵，究竟咱着爱有什么款的条件甲表现？特别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，即两个角色，互咱感觉真凸显。因为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抽象的人。这两个人伫耶稣的时代，因的角色非常的强烈的对比。因为这两种人，一款是伫社会真有地位，另外一款是伫社会中间被排斥。这两种人徛伫圣殿咧祈祷，所以咱看见着这个画面。两个人伫教会的礼拜堂祈祷的时阵，若根据耶稣的描述，法利赛人咧祈祷的时阵，安尼头就压甲悬，然后伫即中间要表现出讲家己是有偌好，即款的表现。所以伫伊的祈祷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11节，法利赛人的祈祷真水，伊讲上帝啊！我感谢你，却是接煞到走进去啊！因为伊甲上帝感谢讲，我无亲像别人来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无亲像迄个抽象的。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即个法利赛人祈祷不止啊厉害，那用咱台湾话讲，叫做一兼二顾。蒙拉兼西苦，伊一方面来感谢上帝，那亲像互伊真优秀，表现了真好；另外一方面，伊也伫即中间来考试即个抽象的人。咱通看见着讲，即个法利赛人伫伊的祈祷中间，安尼来去讽刺即个抽象的人的一个表现。确实，伫耶稣咧讲即个譬喻的中间，即个抽象的人13节甲咱讲。伊远远地徛，连牙目望天也毋敢，所以加大对胸坎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我想咱咧读圣经的中间，无论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那只要讲到法利赛人，通常咱拢知影讲，即群人通常拢甲耶稣咧对立。确实，咱倒来到伫新约的背景甲历史的中间，咱就知影讲，法利赛人的互人的印象是家己做义，要证明家己有偌好，有偌高。那用咱白话字的圣经特别伫马太福音书的形容叫做假人。那你手头是摕华语的圣经叫做虚伪的人。所以咱会通看见着讲，特别伫耶稣的时代，四福音书的内底，对着法利赛人的形容，其实不止负面。但是抽象的人伫耶稣的时代内底是更较负面，因为抽象的人一般的人拢甲伊掠做是帮罗马政府咧服务犹太人，咱讲叫做间谍。因为因会共剥削，所以剥削的对象是家己的同胞犹太人。所以因为安尼，犹太人看抽象的人是真负面的一个角色。所以咱看见着讲，法利赛人伫遮祈祷，伊伫遮甲即个抽象的人考试，讲伊无亲像即个抽象的人。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法利赛人伊的祈祷。充满了自义，但是伫耶稣的譬喻中间，这个抽象的人的祈祷，反倒是充满认罪，反倒是看见着恳求上帝的怜悯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着讲，耶稣伫遮来指出两个真大两个角色的一个对比，就是一个是
家己做义，看轻别人；另外是一个是连夜目望天也唔敢，惊若对胸坎来向上帝认罪，讲怜悯我这个欠亏的人。我想伫即款的譬喻的中间到14节，耶稣嘛足简单安尼来落一个定义，讲，这个抽象的人回去，会被称作义，较赢过这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既然自高的要互伊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伫即段的譬喻内底，我想咱倒来到伫整个的解说，真侪时阵，咱拢掠做这是一个针对祈祷态度的讨论。但是我家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感觉不只要有意思，因为对18章开始，对寡妇甲审判官的譬喻，到伫第2阶段法利赛人甲抽象的人的祈祷中间，这已经毋是干那咧讲祈祷的一项事。这若互咱倒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阵，嘛是互咱重新去想，究竟咱的信是向什么人来开放咱的心？换一句话讲，你的心是向什么人咧开放？这牵涉到你伫信心中间的建立。伫2礼拜前，咱通过路加福音书的记载内底，讲起着耶稣医治10个太过病的人，敢若只有一个法利赛人倒来甲耶稣感谢。咱看起着讲耶稣学了伊的信来，互伊得着救。所以咱看起着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伊的信，互伊会当伫耶稣的面头前跳跳欢喜，感谢上帝。代表讲伊的信心、伊的信仰、伊的性命是向上帝来开放。同款的意思，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嘛是互咱重新去想，究竟你的心是向上帝来开放，或者是向家己来开放？这是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好好来思考。特别法利赛人伊的信，那亲像咱台湾话讲的“碰风水鸡挂无目”，伊的自信，互伊来自义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看起着讲家己做义的人，若用简单来讲，这就是骄傲。我想伫咱的圣经内底，新旧约拢甲咱讲一个观念，就是骄傲是一切罪的根本。确实，咱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看见着这个抽象的人信心真细，确实伊将这个小小的信心来向上帝开放，伫上帝的面前来承认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抽象的人得到耶稣的肯定，来称作伊是上帝看做伫眼中的义人。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帮助咱除了咱伫传统的解说咧讲祈祷的态度以外，嘛是互咱重新去想，伫基督教的内底，咱不断咧强调迄个因信称义的要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大家听到因信称义这4字，可能有的人头就开始大起来啊。因为大家人拢认为讲这是一个真硬斗的神学主题。但是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起着这个神学主题伫教会内底真罕得有来讨论甲分享。但是伫罗马人书，保罗真清楚甲咱讲因信称义的要紧。特别若有机会，咱咧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的时阵，我常常拢会讲《使徒行传》总共第1章到28章内底，你只要甲《使徒行传》破做一半来看。第1章到13章是咧讲彼得，14章到28章拢咧讲保罗。两个人伫使徒行传发生的代志拢总共款，但是伫因的信仰内底，保罗
伫14章到28章咧强调迄个，因为信会当得到救，甲彼得伫第1章到13章定定咧讲的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正做一个宣告的时阵，这拢已经来稳重一个有关因信称义的信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因信称义的信息，伫16世纪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内底，是一个真要紧的论述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才有今仔日的基督宗教伫咱现主时的教会内底来产生。但是我要请大家放心，今仔日牧师毋是要甲咱来亲像神学院的上课，是颠倒牧师的责任，要引带咱来伫即个主题中间向前行，互咱来思考，咱怎样要互上帝看咱是义人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来问咱家己，咱的信是什么款的状态？我们的信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我想这对着咱来讲，咱会当好好来去思考。伫四福音书内底，4本的福音书，特别伫约翰福音书，足清楚甲咱讲，我信，我信。包括伫约翰福音书20章的31节，都特别来甲咱强调，这本册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咱大家信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。所以，这个信所代表的是你对上帝、对耶稣的相信甲接纳。但是，咱太侪时阵不断拢去讨论讲，到底咱的信心是偌大偌细，或者是咱有太侪时阵一直咧讨论讲，我的信心有偌济。但是咱袂记即到底咱的信心的对象是几侪？咱不断拢在讨论讲，我的信心大细、最少。但是真少时阵，咱去讨论到咱的信心连接的对象是几侪？我们太多的时候没有去思考我们的信心是向谁来开放。因为这个问题会牵涉到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的信帮助你去经历到是一个有限还是无限的经历。因为安尼，这是要建立咱对上帝的信仰。当然，咱伫教会甲信仰的中间，对着信这个用词真侪讨论。因为这个信，咱在座的兄弟，拢有基本的观念，嘛有基本的条件。咱拢有信，今仔日大家坐伫遮，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忽略后壁迄段称义，到底是啥物人看咱是好？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有信无毋对。但是，到底咱的信要互什么人来甲咱肯定、甲认同，这才是要紧的代志。伫组织神学的内底，真侪时阵拢会讲因信称义，但是伫近代真侪遮的神学院的讨论内底，认为讲应该伫因信称义的内底爱加一字落去，叫做因信必称义。比什么人称义？意思就是讲，咱的信仰爱互什么人来肯定？牧师请教大家，咱的信爱互什么人来肯定？爱互上帝来甲咱肯定。通过上帝来肯定咱，互咱会当伫信的中间被称义，毋是干那讲只有信就好，毋是干那只有信就好。是要求需要互上帝来认同甲肯定，但是真可惜，咱太侪时阵忽略后壁这段被称义。
咱拢掠做讲，我有信就会使，我有来做礼拜就会使，阮世世代代有信拢对。但是咱忽略，咱爱互上帝来甲咱肯定甲认同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的信仰的观念错误偏差，也因为安尼，咱拢掠做讲上帝是徛伫咱这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今仔日的信息内底，我有需要得提醒咱大家，特别伫投影幕的第一句讲，毋是只有信就好，要具需要互上帝来认同甲肯定。咱的信仰爱互上帝来甲咱认同甲肯定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今仔日的信息对着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今仔日的信仰对咱信息来讲，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我想咱倒来到伫整个咱的实况、咱的社会中间，太侪时阵，每一个宗教的信仰所表现出来，拢是外在的形式。结果伫日常生活的内容，拢无法度活出信仰的本质。特别伫今年的新闻内底，有一间教会伫板桥，这间教会的名叫做主基督荣光教会。这间教会起了真水、真大间。结果，这间教会的门口有街友伫遐咧困，有一个街友在教会的门口睡觉。结果，教会的会友就出来甲伊泼水。这个代志伫新闻的中间引起社会真侪讨论。哪会教会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？当然，事后这位泼水的姊妹有来这个街友、这个游民来表达歹势。但是咱要问，有信，但是伊所做的代志，敢有互上帝来认同甲肯定？特别伫教会内底，咱会当通过这款的代志内底，知影讲，这的信拢是虚假。真侪时阵，就是伫这款家己做义、看轻别人的心态内底，来表现家己的目的。所以真侪言行行为，拢是也因为安尼来得罪上帝。但是咱看见着社会普遍这款的现象中间，咱唔通袂记伫咱的中间，嘛是有人。毋是干那只有信，颠倒嘛得到上帝的肯定甲认同。特别伫咱淡水教会，我想伫咱淡水教会，咱的历代的祖先中间，我常常拢甲咱的同工讲，我们淡水教会的列祖列宗，一直拢互咱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典范，特别。伫1873年的时阵，马偕牧师伫北部第一遍举行圣餐，可能咱的印象内底，敢若会记得有颜清华这个人，但是唔通袂记得颜清华边啊，还佫有4个咱淡水教会第一批的信徒，其中一位叫做林业。林业先生，我唔知影伊有后代，倒有伫咱淡水教会啊无？确实，当伊第一次要领圣餐的时阵，圣神充满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互伊安尼一直喊话讲：我不配，我不配。唔敢对马偕牧师的手中来领这个圣餐。我想咱的祖先，互咱这款信仰的典范，嘛是再一次来提醒咱，毋是干那只有信，是反倒爱得到上帝的认同甲肯定，是咱的心爱向上帝来拍开。那对照
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这个抽象的行为，伊的表现若无有神的引带，哪会伫礼拜堂的外口来呼求对胸坎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内底，主要就是要甲咱讲，这个信，因信被称义，这个信是要信上帝，也就是向上帝开放自己，在其中来跟上帝交通，来得到属灵的生命。求主来请做咱的帮助。我想咱拢爱互上帝看咱是义人。这是上帝予咱上大的接纳甲肯定，嘛求上帝来医治，予咱有够额的气力，伫信仰的中间继续开放。当咱上帝开放的时阵，咱的心充满望，咱的心会当经历到上帝的疼痛。就亲像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所讲。上帝要高举自甘卑微的人，愿上帝来引带咱，大家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赢过一切，通互阮会当伫主你的祝福中间来领受大大的福气。但愿将阮的教会、阮的兄弟姊妹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。阮真正是微微小可的人，但是阮毋敢若信，都要追求互上帝认同甲肯定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信的中间会当甲上帝连接，嘛互阮会当因为信来活出见证，荣光上帝。愿安尼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